由民间团体伫6当前发起的跨年夜卡景祈福活动，已经渐渐成为台南具有特色跨年活动。尤其响应宗教团体是相当的多元，包含道教、佛教、基督教甲天主教，大家共同伫年末尾声时刻，做伙敲响钟声，共同祈福。望所有民众伫新的一冬，拢会当风调雨顺，百业兴盛。这是最好有意义的活动感谢各位咱所有宗教的领袖来参与来号召咱所有的宫庙、咱的寺教会、教堂会当来做阵来响应，显示了无共款的宗教。有共款的心愿，过共款的年，头顶都是共一片天，所以共同为咱的国家、为咱的城市、为咱的社会、为咱的社区来做阵祈福。发起人蔡宗兴表示，卡景祈福上大意义是在于提升台南优质宗教文化，减少鞭炮释放。透过活动结合地方艺文表演团体，以及甲街头艺人合作，来甲乡亲同欢跨新年，互庙埕变成舞台。对未来的愿望我是希望讲，会当咱以后咱就一个庙埕，一个舞台，一庙一舞台，咱会当结合咱在地这个少年人。比如讲，阮隔壁即个台底的因祖囝，做个迄个扭摆奥运，互即个因祖囝来咱庙埕来表演一下，来甲乡亲来欢喜。我感觉这是种一个小小的活动，毋过会当互乡亲，一个足大的快乐。去年咱台南400即个效应了后的时阵，今年所有真侪宗教团体一直主动，来。咱俗语讲叫做敲碗啦，来主动来讲，想要互即个活动佮继续延续落去，所以今年，咱嘛将近伫要200间的宗教团体来参与。民政局长蒋玲凤表示，2019年由民间发起的跨年夜卡景祈福，一开始是由中西区的志福宫、庄福宫、旧福宫共同举办。希望会当互民众伫参与卡景祈福取代鞭炮声，后续逐年有寺庙加入响应，接续透过市府甲民间携手合作，陆续有愈来愈多宗教团体参与，望借由钟声凝聚台南各界，打造以多元文化跨宗教的台南跨年风格。欢迎市民大众12月31日暗时来到台南卡景祈福，做伙伫主时一刻声静台南。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